北部地区连续2天放风台假，本地准备好势要提供给学校煮营养午餐的菜色，却变做是无所在通去啊。其中这新德县2天的这菜色量要到4吨半，为了要帮助农民，农会特别开放给民众来交关选买，希望降低风台天对农民的损失。甲青菜一包一包款落好势，准备送出货。这拢是原地准备提供给学校营养午餐的有机青菜。拄到连续2天的风台假，或者的青菜常常无所在通去，新德县赶紧招大家做伙来帮农民斗3工。在台风天，市场的菜都涨很贵，有没有哈？那我们这个有机蔬菜有没有哈？里面总共6包，满满的6大包，每一包都500公克嘛哈，才300块而已。这买回去大概就是家里就可以吃1个礼拜。这一次2天的量大概是4.5吨的量。那我们已经卖了2.7吨，剩下1.8吨，希望大家都来响应，来购买我们这个有机蔬菜。这摆受到连续2天的停班停课影响，新德县差不多有4.5公吨有机青菜无销，无所在出货。上烦恼的是，惊青菜无赶紧卖出去，免偌久时间拢会烂了了。哦，这菜叶菜类的话，如果说3天没有处理的话呢，叶菜类就会变黄，那就会多了，就会浪费了，会造成食材的浪费。而更何况现在是台风天，蔬菜是非常珍贵的。新德县农会指出，目前每礼拜提供给学校营养午餐使用的青菜数量约10公吨。这摆经过大家斗3工，剩下1.8公吨青菜已经销出去啊！目后农民的辛苦未拍算去。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。